政府早喺2023年已經推出鼓勵生育組合拳，並有一定嘅成效。喺星期三發表嘅新一份施政報告入面，將會繼續加碼。由2026至27年度起，初生子女額外免稅額由1年延長到2年，納稅人可以享有雙倍免稅額，即係26萬。用高才通等計劃來港人士亦都可以受惠，同時會進一步加強日間嬰幼兒照顧。未來3年將新增15所資助幼兒中心，合共提供約1500個0至3歲嘅兒童日間照顧服務名額，比現時規模增加近1倍。我哋會喺本學年擴充在校課後託管服務計劃，名額不再設上限，方便家長外出工作。另外，醫管局為咗方便孕婦輪候醫療服務，將會首設關愛窗口。有消息人士強調，唔係插隊，相關窗口都會服務殘疾人士，仲有80歲或以上嘅長者。醫管局亦會將輔助生育名額增加到1500個。